阿姨，你安尼敢若甲婚事当作生理共款呢？你讲是生理，我颠倒感觉较参像是检验。检验你敢愿意加资源，甲互珊珊伊手头，嘛代表你甲珊珊当作是家己人。珊珊早办是恁王家的新妇，今嘛钱我咧开，土地共款是恁的，我一点仔都无想要家己骗。阿雄、嘉庆，代志就是安尼，恁好好考虑。我去送一下吼。阿顺，阿顺，你想哪安尼做？我做这一切，也毋是为着珊珊。你唔是为着珊珊，你是为着你家己。你讲啥？因为你破病啊，比较想要替珊珊安排这个代志。啊，不过请你相信，阮王家绝对袂让珊珊受到委屈。讲问讲，现实都嘛是白。新妇就是新妇，敢讲真正是恁王家的查某囝？阮照顾珊珊的时间比你搁较长。无毋对。啊，毋过买地起家己的厝，这有啥毋对？敢讲你甲珊珊结婚了后，就要住伫遮尔细间的房间？迄是阮王家的祖产。你若爱买地，我帮你买就有啊。我就是爱看因有偌重视珊珊。因若是愿意甲祖产摕出来，我就相信恁王家。我未来的竞赛，敢讲你无支持我的想法？阿春啊吼，有来甲我讲伊的想法。我感觉这问题真大。啊，毋知恁参详了啥款？嘉庆，你的想法？小友有讲，分家伙分土地就是兄弟姊妹开始准备冤家相拍。你意思是，你无要买啊？我无想要照伊意思。也不过这关系到珊珊甲富贵的婚事，你安尼做是无顾虑到珊珊。啊，因结婚就结婚啊，跟咱到土地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感觉吼，珊珊的妈妈就超过了。已经超过啦，你讲了有理。也不过咱要甲人做亲家，敢要摕一寡诚意出来，证明咱对珊珊真照顾。哎，等，阿雄啊，你对珊珊的感情，哪有需要证明？是免啊。对啊，你每一个人对珊珊安怎，迄心内都有感受的，无需要特别向上证明啦。对啦，既然也无啥物证明，啊，恁的土地就无需要卖嘛，啊，卖走就好啦。对，我嘛无想要卖。我未想好啦，要不我是感觉土地早晚是珊珊的啊，我是无差啦。是咪你无差？爸，在不在这？走，哎呀，大姐，对了，不是。你来了上拄好。即摆啊，大家你讲卖土地的代志，啊你要来做一遍。我是感觉伊讲了有道理啦，所以我是希望阿兄甲嘉庆会当配合我，做伙甲土地卖互阿春，啊，交珊珊。啊？你要将咱的土地卖予外人哦？爸，啊，土地是登记珊珊的名，珊珊敢是外人？对，我意思是哦，爸的意思是讲，你甲珊珊的感情，莫甲咱岛的土地有任何的交叉。啊，不过珊珊的妈妈就是提出这个要求啊，你要我安怎做？我也无欠伊用，啊，嘛无差这块地啊，我就是无想要让珊珊的妈妈无欢喜啊。你甲看卖，还未结婚呢，就万场迄边啦。爸，莫讲，
啊，有影，什么卖安尼讲？你看，富贵啊也无欠人钱啊啦，啊伊就帮因中嘛，啊，要来讨这土地。敢是我要讨？哎，较细声啦。好啦，规定哦，你若结婚了后要住倒位哦，顾才人啦。但是哦，祖先的土地哦，别孝想啦。我哪有在孝想啊？啊，你大家小配也是会敢袂用是啊？好啊，拢掂掂啦。分家伙分土地，就是开始准备要冤家相拍。外地咯，土地代志，我已经答应阿春啊。不好做，你要讲啥？哎呀，总讲一句，珊珊因老母唔对啦，这款的亲家，唔知要安怎。